南天府主事关姓帝君为发扬帝君护国佑民的精神，庙方特别发起关火一地救人一命活动，希望会当募集到救命的火。因为即马是寒天吼，咱这个血库吼，嘛真欠火啦吼。阮南天府吼，今仔准备这个关火活动吼，希望大家踊跃吼，来关注你的热血吼，我们这个社会充满着温暖。议员蔡小薇也特别来到现场支持，也呼吁民众踊跃来关火。非常感谢南天府的夏主委以及南天府慈善会，共同来举办这次的捐血活动。那能够特别的感受到，在寒冬之际呀，我们的南天府召集我们包含后甲社区发展协会以及我们裕农社区裕农里所有的乡亲朋友一起来捐助爱心，捐出热血。结合南天府慈善会以及师兄师姐以及真侪信众爱心，这次关火活动总共募得近100地的火，缓解火库欠火问题。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